兄弟姊妹，大家主日平安。平安。伫山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时阵，咱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伫疫情渐渐来互咱无有惊吓的时阵，互咱会当搁一遍自己伫圣殿内，咱一时咱陪伴咱的心。 咱用娱乐、用祈祷来成做咱今日的聚会。咱也要请圣神的帮助，互咱无有拄起咱一切的羁绊。咱求圣神来掌管伫咱当中，伫咱的心内。圣神要伫遮来掌管，求主来灵来充满。 咱每一个人的心，咱就来向上帝，搁一遍来认罪，求主耶稣来赦免咱一切的言语、行为，所有一切罪。求上帝呢来洁净咱的心。这个时阵，咱做伙开嘴，用娱乐、用感谢、用认罪，来成做咱今日的开始。 主要说，过去的一礼拜当中，阮无论拄到的是顺境，也是逆境，我拢要来献上阮的感谢甲娱乐。天父上帝，我要娱乐你，你是值得阮娱乐的上帝。你的信息，你的公义，你是惊人民行义地的上帝。 求主你来赦免阮的罪，互阮离开罪，互阮伫生活中所有的试探，因为主耶稣，互阮的心无搁有惊吓。主耶稣，阮要搁谦卑敬虔，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呼求你，我们来祈求你，主啊，求你来赦免阮一切的罪。 来洁净阮的心思意念。这个时阵，你用这条诗歌来成做咱的祈祷。我用祈祷来到你脚前，我要追求你。 我要踮伫破桥所在，以遐我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的手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 大山的千山，道路的不平，互你高贵恩你。主啊，我是软弱可能正的，弱可能正，你却是我的力量。 这是阮的德行。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手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不平，互你。 归恩你。
主要说，阮靠抱你来到你的面前，阮将阮全身的一天放伫你的内面，求你用你大能的双手来坚固阮，互阮无伫试探中拄着恶担当的事，互阮有得胜有存。求你用你恩惠、慈爱来怜悯阮，搁一遍来赦免阮。求你将阮脚前的道路来指示阮，互阮行伫你的旨意当中。这个时阵，咱就为几项事来献上咱的祈祷。这是咱也为着咱的教会事工，为着咱教会的长职同工，也为着咱教会的牧区团队，种种上帝的工要伫遮兴起，咱所有的事工，咱做伙为着这个事开喙来向上帝来恳求，咱做伙开喙来祈祷。宣扬福音的热情，明白上帝你的旨意甲交通。主啊，求你将你的福音进入阮所有的人的生活当中，万邦万族拢要进入你的救恩，为着阮的教会来献上祈祷。求主你来赐了合一的灵，搁一遍点到阮复兴的火、宣教的火，伫阮的教会。主啊，愿你耶勒的福音的政治，互阮能当不义来长大，互阮的性命得到祝福甲改变。因为福音的关系，互阮搁较甲主有你有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将阮家己放伫你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来热心参与福音的事工是阮小组团契的生活，互阮有丰盛的生命。阮来求主来恩膏阮的牧师，以及阮要来教任的瑞平传道，阮的长职、阮的牧区、阮的团队、团长、团契同工，拢有属天的恩赐，有主遐来合一的灵。伫基督内底，互阮的生命得到丰盛。每一摆，我祈祷，我要摇动我的手。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祈祷做事，我的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不平，互你高贵恩你。每一摆我祈祷，每一摆我祈祷，我摇动你的手，祈祷做事，我的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我摇。道路的不平，互你高贵恩你。所以咱也为着咱教会青年事工，加咱主日学，咱的儿童事工来祈祷，因为即摆少年人有真侪的有益，真侪为着未来，因无法度专心伫遮来祈祷上帝。咱求上帝来分享咱教会青年事工，甲咱的主日学的事工。咱为着这个事，向上帝来恳求，咱最后来开声祈祷。青年是阮明仔载教会的问题，求主你来保守阮教会青少年，
将因的盲目定睛伫上帝你的身上。我们求上帝你亲自来带领因的生命，点着因悔改的心，会当来伫遮服侍上帝、服侍主。因带因头前的道路，无论因伫因的工课，还是伫因的功课，拢有主你的稳定伫因的心上，互因的思想甲行为会当合主你的心意。主要所讲，毋通禁止囡仔来亲近我，求主你兴起较济的同工，委身伫主日学老师的使命顶面，教导细囝行伫主因爱行的道路，一生无偏左。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事，我的手要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前山，道路的无平，互你过过你。每一摆我祈祷，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事，我的手要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前山，道路的无平，互你过过你。这点咱也为着咱台湾的疫情，搁一边来向上帝来恳求，为着这个疫情，互咱有真济的惊吓甲不安，咱求上帝掌管伫咱整个的台湾这个疫情的顶面。咱求上帝来帮助咱每一个家庭，伫咱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拢有济济关系，也是伫咱的职场、甲朋友当中，拢有真济无共款的关系。咱来求上帝亲自来带领，互咱有一个好的关系。咱为着咱教会病痛的肢体、软弱肢体，咱也知影伊身体软弱，咱就会让伫咱祈祷当中，为着伊提名，来向上帝来恳求。这个时阵，咱做伙开喙来祈祷。主啊，说，万心合力，台湾全人拢持续伫你的。主啊，说，求你将台湾现在所面对到的疫情来刷开，求你互阮台湾这个新冠病毒会当完全来消灭，互阮无为着阮家己的生活，无搁有惊吓，无搁有烦恼，互阮伫阮的礼拜当中聚会，无搁受影响。恳求主耶稣，你大能的双手来保护，特别是伫阮细囝，也是阮年长身体虚弱的兄弟姊妹，我们拢交在你的手中，互因无搁惊吓。求主你来医治受感染的兄弟姊妹、亲人朋友，互因的早日得到健康，赐了医治伫因的身上。上帝讲，阮是安尼听愿，阮就安尼彼此来相听。求上帝赏赐基督的听，伫阮每一个人家庭当中，今日有主的同在、甲喜乐、甲平安。阮有妻有同心，亲子兄弟姊妹之间，拢有美好和睦的关系。伫阮的职场当中，阮的关系会当突破，会当来更新。激励阮创造新的生命，伫这个世代为主来做光做盐。主啊，我们伫每一个阶段，拢要降服伫你的面前。主啊，说，阮靠无你的同在，你的恩典真正够阮用。主啊，你的能力是伫阮的软弱顶面，迄得更刚强。主啊，你的医治救赎，要临到伫阮病痛兄弟姊妹身上。
互阮的病痛得到完全的医治。你受的鞭伤，阮要得到医治；你受的刑罚，互阮得到平安。主耶稣，阮求你使阮心中充满信心，充满平安。感谢主。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手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不平，互你高贵恩你。每一摆我祈祷。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手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线线，道路的不平，互你高贵恩怜。所以咱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祈祷，咱为着咱今日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求上帝的圣神、上帝的话语充满伫夏牧师的心上。咱为着咱今日的服侍，无论你伫对一个角落咧服侍，主的恩典满满伫你的心上。咱也为着咱今日会当搁一遍来伫遮谦卑领受主的教导，求上帝锁开咱一切的担忧。一切的病痛，主的医治伫咱的当中，咱做伙开嘴来向上帝来恳求。让我来伫咧上帝，求你圣神，搁一遍充满伫阮的会堂当中。主啊，你的灵，你的喜乐，要充满伫阮今仔日做的当中。主啊，求你圣神搁一遍搁我夏牧师。的心上，我牧师今仔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充满快乐、充满祝福的。恳求主耶稣来带领，阮今日的服侍，拢真正有主你的同在，主你的荣耀在伫阮的当中。求主你来保守阮一切行事顺利。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服侍，来荣光上帝你。主啊，求你即时拍开阮兄弟姊妹的心，我们除去一切搅扰。主啊，我们甲你讲，我们专心伫遮来敬拜你，来活靠你。主啊，我们谦卑来领受主你遐来的声音，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牧师的分享，互阮的性命得到开展。哈利路亚，主耶稣，阮献上阮的感谢甲乐的节。我们设立宝座，求你即时降临伫阮的当中。求你医治的灵、喜乐灵、生命活水、温膏充满伫阮兄弟姊妹的身上，我们得到医治、靠放阮受捆绑的心灵。愿阮所献上的每一个祈祷，成做芳芳的祭。恳求主耶稣，你借着你的旨意来成全阮每一个祈祷，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这是就咱做伙来起立。啦，这个每一摆我祈祷，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手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不平。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手袂通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不平，互你高贵恩怜。哈利路亚！今仔是一个平安欢喜而乐的日子，兄弟姊妹，你心内有平安无？阿门。这是咱邀请圣神
搁一遍充满咱的心，将平安放伫咱的心内。圣神，请你来，请你来，充满伫阮的心。主啊，我们来亲近你。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光芒来亲近你。主啊，我要更加来认识你。圣神，请你来，主啊，求你来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心，互我看你，互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神。咱正姊妹来唱，对吧？求你这时充满伫阮的姊妹心上。兄弟来唱。主啊，阮靠无你，阮靠无你。主啊，求你这时充满伫阮兄弟的心上。哈利路亚！荣耀我救主，我呼求圣洁，圣洁我救主，我敬拜你荣耀。
民声音。哈利路亚！主啊，万邦万国拢要来学你，万民拢要伫遮来用诗歌来学你。我们欢呼学了主耶和华，主耶稣，你是万邦万国的上帝。万邦拢要来学了主，万民拢要来学了主。敬拜耶和华，因是欢呼。学了耶和华，万民拢来欢呼。敬拜学了耶和华，拢要来学了主。敬拜了耶和华，敬拜了耶和华，不会去的拢着了伊。敬拜耶和华，了耶和华，难道我的心未来敬拜了伊？难道我的心未来？敬拜了耶和华，敬拜了耶和华。主啊，从今仔会期的拢要伫遮来学了你。敬拜耶和华，学了耶和华。难道我的心未来敬拜了伊？难道我的心未来？敬拜了伊，敬拜了耶和华，敬拜了耶和华，不会去的拢着了伊。敬拜耶和华，了耶和华，难道我的心未来敬拜了伊？难道我的心？难道我的心未来敬拜了伊？难道我的心未来敬拜了伊？哈利路亚！主啊，阮学了你。这时阵，咱做来吟圣诗，圣诗278首，圣徒自集主圣殿。奇妙的宝贝，哈利路亚！你比海高的时代，哈利路亚！
喊出仁爱，哈利路亚！我的兄弟抓住笔，哈利路亚！感谢红云加亮明，哈利路亚！你在前面来世间，哈利路亚！万万受苦拯救咱，哈利路亚！心肝欢喜做大庆，哈利路亚！因阮好汉出声音，哈利路亚！当心一日敬拜主，哈利路亚！乐乐归公登高高，哈利路亚！慈悲的主，我的上帝，这是一个恩典的时刻，是一个感恩的时刻。因你意爱所有你的学生、你的门徒，所有正百姓组织伫主你的圣殿，我要大声阿乐，唱哈利路亚，因为主你大应显，阮甲天使拢做伙围离你的宝座，因为你有仁爱，你有疼，你有慈悲，你有怜悯，你的大恩施落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因为安尼，阮组织你的圣殿，我要当心敬拜，当心阿乐，看见上帝的荣耀降临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我也要刻薄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正做我的性命，我的美娘，互阮伫生活中活出这个生命的快乐，通见证上帝你的恩典。感谢你，阮也叫你带领所有伫线顶所有参与敬拜兄弟，大人同款领受到这款的恩典甲祝福。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吃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这个7月最后一个主日吼。所以咱伫最后一个主日，拢有一个医治祝福的祈祷。咱请兄弟备办心，小等的咱伫因这个回应诗了后吼，咱也有心内有感动，你有肉体上的医治需要代祷，你有心灵的软弱。你有跨入的事，也是你有将来的计划要进行，咱拢做伙会当伫主的面前，通过咱的长老、咱的代祷团队为你做祝福的祈祷。咱先备办心，小等的，咱做伙伫主的面前同心来祈祷。啊，时间到，咱的诗会。启用，此时请会众咱三甲来启用。来啊，就来唱歌阿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清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就集中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祈祷，这是咱三甲来祈祷。
全能永活、自有永有，天父上帝。我们伫列邦中传讲你的荣耀，伫万民中传说你的奇事。主啊，阮感谢你，因为是你家的救赎，享受你赏赐的恩典，互阮得到丰盛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的保护压榨保护，命令一切忧愁悲伤的甲苦毒，拢要伫阮的生命中来消除。亲爱的救主，求你疗愈阮的骄傲甲无顺服，帮助阮用圣洁的心智来服侍你。有时阮得罪你，也伤害着别人。爸啊，求你的信心光照阮，互阮看伫各地的欠缺。求你也赦免阮伫处事顶面的纷争甲嫉妒。求你会保护、压榨、高抹阮所有的过犯，洗净阮一切的不义，互阮犹原时时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将你放伫阮生命中的头一位，帮助阮哪来哪亲像你，也求你修正阮、更新阮，互阮学习有你柔和谦卑的款式。愿要感谢你伫阮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亲爱的主耶稣，伫这世俗传统信仰行鬼祭拜的节期，主啊，求你开阮心中的目睭，领受智慧甲启示的灵，帮助阮的属灵眼光、祈祷的信心，甲传福音的负担，拢对你来提升。求你帮助阮刚强壮胆，我靠信心的同在。无论伫厝内、伫职场当中，主阮拢无参与祭拜，互阮敬畏耶和华较赢。伫厝内时代、主管同事也是朋友中间有喜乐平安的见证。愿主高抹阮的嘴来传福音，阁有较好的机会为厝内的人、主管同事甲未信者的朋友来祝福祈祷，互因知影啥物才是真正的平安。求主赐互阮的厝一切拢会当平安，工作兴盛，圣灵的大能时常教阮三个之地。亲爱的主耶稣，阮只是特别为着教会中要所推行的事工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求你降落你的同在甲恩膏伫每一个事工中间，互阮得到你的启示甲智慧，伫阮服侍的职场当中，拢会当各尽其职，三角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求你赐落互阮合一的灵，互基督的疼行伫阮的心上。互阮也会当做伙甲教会伫异象甲真道顶面跑走无停。主啊，求你赐福，互伫每一位服侍人工中间，你的保护压榨黑暗势力的干扰，互当工拢有属灵的影响力，甲无用的恩赐来款待每一位伊服侍的朋友。佮求主看顾保守因手里所做的工程，拢是你所欢喜的。也富强教会借着事工的推动，成做一个健康传福音、荣耀神的教会，佮是有上帝荣耀同在的教会。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甲牧师同一心志，来领受更较大的应允甲祝福。主啊，原来我靠你，你着较来为阮兴起，差遣天顶的万军为阮来征战，攻破对敌。阮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合一圣洁行你的道路，甲你连结。主啊，求你带领富强教会，成做这社区的光，这城市的帮站，成做这全台湾的祝福。愿你的旨意就行伫富强教会中间。愿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主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享受上帝的话，今仔的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49节。这是我来强读。
后来耶稣答应讲，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以及诗篇记载关系我的代志，一定着应验。这个话我要甲恁做伙的时，一定有甲恁讲啦。耶稣着开因的心窍，互因明白圣经。对因讲，圣经有安尼记载：基督着受苦难，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搁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的道理，对耶路撒冷起传到万国。恁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互恁，就伫这个城听候，教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圣经读到这，献诗只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要献的曲目是我的上帝，我的君王。献诗煞，咱请邀请夏牧师来讲道。今仔日咧传讲的信息是：恁是福音的见证人。
利路亚，感谢主，感谢圣乐队用诗歌来引带咱同心敬拜。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即个有风台的消息，总是咱早起也有一个好的天气，咱通伫主的面前，伫遮同心自救来敬拜。愿上帝的恩典，甲咱正大家三同在，包括伫线顶所有的兄弟，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搁一遍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恭敬伫你面前，谦卑来开启阮的心，求你圣神亲自来保守看顾，因为你对阮讲话就是开力，所以阮意爱要互主你来引带，愿你的话亲自来激励、来束缚，也来指导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讲甲听的，大家拢彼此得到自救。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今日这个主题叫做“恁是福音的见证人”。咱伫圣经四福音内底有几啊位，拢有咧宣告耶稣基督，伊做宣告，伫告我了后，伊有一个大使命的宣告。咱上届印象深的，就是马太福音的上尾啊，马太福音28章的上尾啊。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站是一段故事，也是一段记事的后壁面。毋过内面嘛藏着同款大使命的宣告。咱通过无同款的经节来对照耶稣是安怎会伫这门徒的面前做这款的宣告。路加24章的44节到49节，这段是耶稣是最后宣告的话啦，小等下咱会通搁做一遍学习，咱会通对这的经节看见耶稣基督伊告我，甲学生显现见面，然后咧就上天。伊甲这个上重要的任务，就是宣扬福音。第二就是建立主伫地面上的圣会教会，用这个称做耶稣基督上大的一个使命甲交托。咱伫看到这个经节了后，咱就知影耶稣基督伊有一个足重要的宣扬福音的救赎的计划，要互这个所有门徒。但这个门徒因事实有一个弊病啦，咱若注意先看这段伊讲48节讲，恁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恁就奉伊的名来传悔改，得到赦罪道理，讲对耶路撒冷去到万国，恁遮拢是见证人。用恁去开始，恁要做见证人，但是伫见证人的尾仔句，伊讲。我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予恁，就伫即个城听候，到恁得到对顶面来的能力。安尼就是耶稣咧宣告讲，我要上天到天父遐，我要找圣神到伫恁的中间，恁都爱听候。所以恁即个见证人任务已经交代啊，但是恁要用什么办法来见证呢？讲我要将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予恁啦。这是一个次序，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伊是讲做代志会成袂成有开力无开力，就关键伫遮，恁都爱听候对上帝来的圣神安尼咱拢知影讲，伫1865年啦5月28，马国医生甲3个助手，叫做陈子路、黄家志、吴文水。因是对厦门坐船登陆来高雄的基后，6月来到伫台南的看西街。原始的意思是讲伫西门城外啦。咱知影讲西门咯，就是较早的城的西门嘛。外面搁去到运河遐，拢是城外就对啦。城外是啥？城外是一般的老百姓，包括伫运河在做运搬、咧载货。遐个街路、遐个街市啦，伫迄个所在
租一间店啊，伫遐来开始医疗传道，到今年已经157年啊，有够紧吼。咱几年前来庆祝150周年尔安尼。我会记得，伫差不多9年前啦吼，9年前，牧师呢，因为有参与到咱总会迄个历史的委员会，专门咧收集咱长老教会像对这157年来的历史吼，有机会就甲一寡历史委员呢，去到英国，阮家号做找根之旅啦吼，寻根之旅安尼。就去到英国的伦敦，因为迄个所在是当时咱的长老教会总部，找遣宣教师来到咱台湾宣教的一个总部。迄个所在有真侪因的历史馆吼，真侪史料去遐参观，讲因的史料安怎收藏就对啦吼。有一寡宣教师的墓嘛，去遐看安尼吼。然后呢，就租一只游览车吼，一直走对。英格兰伊直开车到苏格兰吼，苏格兰。因为当时虽然是英国长老教会，也毋过呢，遮的宣教师拢是对苏格兰迄边的长老教会派来，对马雅各医生、甘威廉牧师、李修牧师安尼。所以呢，因的背景是对苏格兰长老教会所训练出来。所以阮就搁走去到遐，来看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即个宣教师的历史安尼的，找紧就对啦吼。其中一位出名的宣教师，就是咱台南新人院的创始人啦，叫做巴克利牧师。伊就是对即个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吼，是一个足出名的迄个工业城吼。阮伫遐咧参观的时阵，住伫迄个格拉斯哥的附近的即个火车站。足久的火车站的附近的一间旅社，所以阮迄暗就大家讲小带来去到迄个火车站，讲要来凭吊啦吼，也是讲来回顾巴克勒牧师伫1875年吼，伫迄个车站吼，才乡亲教会人士甲伊欢送，唱歌欢送，坐火车开始去到迄个海港坐船。来到即个厦门那个坐来到咱台湾宣教，迄感受真深啦吼！咱都定伫咧册内底写看看，真正看到迄个现主时的地就是车站，嘛有去伊当时参加迄个格拉斯哥迄个礼拜堂，伫遐礼拜的所在安尼。19世纪，宣教师因就是带着即个福音见证人的使命，安尼。千里迢迢就对啦，远渡重洋，来到游园迄阵，阁足原始的台湾，无现代设备，迄个网通迄个卫生拢无好，所以因来到遮实在是足大足刻苦的，也毋过因就是推着即个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宣告来到遮。我会记迄阵去参观迄个火车站嘛，真古典这是个车站的大门口大门口迄个格拉斯哥的火车站安尼。内面因为苏格兰纬度较悬所以因的厝顶毋免看甲肉，就用迄种透明的迄个光照安尼。伊个火车到遮都尾仔站嘛，所以头前就无路就到遐开始出发安尼这是因的火车，因的火车站整理了已经足现代化啦迄个车站迄个告示牌啦停候的所在，这是因的迄个车站前的迄个点嘛真水安尼这个巴克勒牧师，伊是1849年到1935年活到80几岁安尼。伫咱台湾咧有真侪伊服侍的所在啦咱是敢若甲咱带过，互咱知影讲，伊即个宣教师安怎诚做即个福音的见证人是互咱真感动的事互咱真感动伫咱即个伊所做的工内面有真侪即个真重要的事工，像拄则咱看见即个，就是伊
用白话字来写真侪诶，才会册印真侪册来教导当时咱台湾诶即个所有诶遮个百姓遮个信徒，阁有咱看见伊伊是翻译新旧约诶圣经，有翻译新旧约诶圣经，伫遐来，互咱较侪来认捌上帝诶话，伊是差不多已经六十几岁才开始来翻译圣经。后来就是伊伫台南实验院所创设的实验院，对迄个时阵就开始培养真侪学生真侪学生伫遐诚做伊诶即个门徒四过去传福音，这是创办台湾府城教会报这是第一台印刷机最近呢，即台印刷机原本迄只毋是仿的迄只，伊搁摕倒来伫台南遮咧展览经过咱政府迄阵安尼足好意啦，甲咱迄只已经放几十吨生鲜未用一啦，都会看一下摕去迄个高雄种科学工业博物馆遐，因搁照迄个图甲伊修理，迄个螺丝遐的迄个车床啥货，逐项拢甲整理好。即卖佫会印制咯佫会定印制，毋过可能普通人袂当操作伊就是佫来转来咱台南遐咧展览安尼。这拢是当时巴克勒牧师用着伊真侪功夫所来做成的这是咧翻译白话字的圣经啦翻译白话字的圣经，伊甲一阵伊的这学生当时咱对台语真内行的拢做伙来翻译安尼这是白话字圣经创世纪的头一页当伊嘛到处去传福音，伫遐建设教会即张相就是巴克勒牧师举一支猪头伫迄个基后啦，基后迄间当时马可医生定律的所在嘛会使算讲咱台湾的头一间礼拜堂，除了太平间以外，就是伫基后伊伫遐即个动土准备要来起礼拜堂这是迄个礼拜的情形，我百几年前佫有即个相片，实在是足无简单当伊当时创设除了公布以外，伊嘛开出第一间的印刷厂、印刷所叫做自叮堂印刷所即间厝现在无去已经拆了去就是现在新人院的迄个图书馆的边毋过真宝贵啦即个地现在起做历史资料馆，就是咱现在的迄个咱台湾长老教会历史的即个档案馆实在是真有意思这是年老遮个门徒、遮个会友入去看伊你看别个牧师伊穿牧师服，但是伊骹已经冚一领毯安尼这是伊甲伊的牧师娘的即个相片。伊的牧师娘为着甲伊做伙同工对英国来到台湾，但是伊后来有生老瘤啦转去英国医了伊佫毋甘讲留在遐来养病伊佫缀伊佫倒转来台湾要拍拼要做工无拍算伊毋敢坐船啦迄边巴克勒牧师带牧师娘呢对登陆过来英国过来法国遐坐车对欧洲坐火车坐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坐到东北哇！中国的东北开始身躯咧无好势赶紧坐落来当时上闹热的上海，要搁甲医毋过后来都无法度怎伫上海过身去？伫上海过身呢？怎带伫迄个上海遐有一个外国人的梦，巴克勒牧师孤单一个倒转来咱台南所以伊就无搁带后来留伫台湾嘛，过身伫台湾伊的梦现在是伫咱伫迄个基督教光芒内底，咱台南的基督教光芒
啊，伊甲伊的牧师娘呢，结婚了，继续签即张献身契啦。伊写一篇16岁时写伊的献身文，用迄足古典的英文写足水吼，足潮足济。当伊牧师娘甲伊结婚了后呢，伊嘛甲伊做伙签名吼，甲伊做伙签名。所以现在东门教会，其实当时就是遮个新人院遮个师生吼礼拜日想讲有一个所在继续来栽培传福音，所以后来因就设东门教会，东门教会伫遐。是打初开创的时阵，就即个巴克勒牧师娘伫遐来甲因做伙同工。所以你若有机会去东门教会，嘛算咱的母会啦吼。现在上大即大礼拜堂足看足大的吼，是咱对咱遮去是正手边。事实倒手边佫有一间细间真古典真水的礼拜堂，小礼拜堂，伊叫做就是即个伫纪念即个巴克勒牧师娘吼，伊丽莎伯的即个纪念礼拜堂吼，来纪念讲伊安尼为着听主听翁婿伫上海来过身去。听讲后来有人去转去上海要找看迄个墓有伫咧无？你知影讲经过中国共产党统治，佫文化大革命吼，要找出迄个墓，毋知是有困难度，毋知以后有机会无啦吼，有机会无？他巴克勒牧师对咱即个台南吼，毋是干遮个传福音文化的贡献呢？上大的贡献是啥物？伊是临危受命啦，临危受命。伊就是接受台南的即个士绅，就是咱即个头人嘅拜托，讲当日本军要入来台南城，日本军已经对北部拍落来到南部嘛对南部拍起来到台南因已经差不多规个台湾拢已经稳当当就对啦，都差你要交出来，也毋交出来，若无伊佫加拍一场也无差，准备要甲台南吼来拍互倒，放火甲烧好了，安尼才佫定来啦。咱台南的这乡亲讲哇，这时代要佫抗争已经袂赴因为刘永和已经离开所以因就拜托外国人巴克勒牧师，讲你看会当代替阮去甲这个乃木将军来甲伊讲和一下，讲阮无要做啥物反抗，你毋通佫伤害阮台南府城。所以迄个故事就是即张图就是巴克勒牧师带一群人举火把，对咱小西门遐往南行到二站巷溪行到二站巷溪，伫遐乃木将军伊的军队对邦寮拍起来，伫迄个所在讲，阮要甲你来做一个讲和，恁毋通佫开炮，也是讲开枪，望放火烧台南府城，就安尼伊平安互台南会当真顺遂，无拄着即款即个伤害，台南的府城的百姓房屋厝体财产都无受伤害。这是现代人甲画图伊即个甲乃木将军伊做伙讲和的故事安尼。我来看见讲100多年前的宣教师，因就是用着即款福音的使命来到台湾。现在即个咱嘛知，拄则咱的即个主隆师咧祈祷的中间嘛讲起着，对昨昏开始，台湾用过入去到伫民俗7月啦，咱叫做鬼月，鬼月的即种行刑，也是讲祭拜禁忌的时阵安尼。即个鬼月也正式开始。事实，咱以前有一段时间，咱讲不理他啦，这因要拜骨材，拜要去普渡骨材，咱莫插就好啊。但是慢慢这年来以来，咱感觉讲百姓在惊啥？因你讲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控制嘛。咱基督徒是毋是也只有这个机会，来见证迄个平安的福音？所以慢慢这几年，咱足侪的所在拢办迄个平安7月的演唱会啦、闹热啦咱台南我知影讲，伫迄个归仁遐最近伊嘛要办一个活动伫一个较属于较快乐的、欢乐的唱歌来
来表演，要来带这百姓吼，互因无阁受到黑暗势力这鬼神的惊吓，甚至因是去照伫倒位呢？照伫迄个经庙的头前要办啦吼。这就表示讲，阮基督徒无甲恁看轻，甲恁排斥。阮基督徒嘛真慎重，知影恁有拄到即款台湾的民俗的即个合作，阮要甲恁做伙呢，阮要甲恁做伙来面对遮的拄到挑战的时阵，咱要见证耶稣基督甲咱同在的平安。所以即个百姓受黑暗的克制、甲困迫，有普渡、有禁区，咱拢真知影讲，哇！即个7月毋通去耍水啦，7月毋通安怎，毋通这毋通迄行甲讲好兄弟一大堆咧讨价就对。咱基督徒讲，7月毋是鬼月呢，7月是平安月。我有主耶稣甲我同在，一切惊吓就无去。这是为着福音咧做见证。咱倒转来，主耶稣基督嘅大使命啦。咱知影，伫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19节，耶稣的即个宣告真简洁，所以咱大概用这段经文做咱的一种的即个标准耶稣伫马太福音28章18节讲，耶稣滚话来对因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办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恁去招办百姓，甲因行洗礼。搁来讲，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恁着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恁教是因守，我要甲恁伫地，表示讲毋是互恁孤单家己拍拼啦，我要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咱若要讲，今仔日的主题经文是耶稣的大使命的宣告，另外一段记载就今仔日咱的即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咱会记得牧师有捌伫这个过节的时阵会讲这段经文。事实的经文的线接就是安怎呢？就是耶稣两个以马五斯啦，要前往以马五斯的学生，伫路顶咧行路咧怨叹，咧烦恼，咧忧闷是讲耶稣已经受定十字架咱才会再来靠下一步要安怎行？无圣经有记载讲耶稣甲因显现有无？甲因讲话讲一困伊拢毋知影，即个是耶稣啦。无入去到一个乡下逐个做伙食，在食饭的时阵，耶稣讲八饼，来感谢，然后学生目睭开讲原来你是老师哦，你是先生啦，迄阵认捌出来。耶稣开始对因讲这个话，甲因显明这个道理。即个经章这段经章。咱所读的44节，就是耶稣伊甲因显现了，学生嘛讲一面是安尼足戆影、足着惊嘛，足欢喜就对啦。因倒转去，因阁倒转去到伫学生的所在啦。因倒去到伫阿拉撒冷，甲这个甲彼得因这个门徒报告，报告讲我都拄着耶稣啦。因拢无要相信，阁伫遐咧犹豫即个时阵就是。耶稣对因显现的，咱是干那读44节，实际是对36节开始啦，33开始，就这段话，我小可读者，互恁知影讲，谁啦？耶稣后壁讲这个话，因就是迄两个学生啦，立刻动身转去耶路撒冷，伫遐因看见11个使徒甲另外一挂人聚集做伙，拄咧讲主真正告我已经显明，互西门看迄两个人呢？也伫路顶，甲所拄着的，甲因怎样伫主八饼的时阵认捌你的经过，来甲大家讲。迄两个门徒呢，讲这个代志的时阵，耶稣亲身就是显现伫因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当因也惊也喘，想讲是看到鬼哦，耶稣甲因讲恁安怎不安啊？心内哪会焦疑？恁看我的手，我的骹，确实是我。恁望就知，因为。鬼无骨无肉，恁望看嘛呢？我拢有安尼。即度你有想到无？想到讲另外一个所在记载讲多马有无？讲我若无望到伊个伤痕，我就无去信啦。所以无共款的所在咧纪念，共咧纪念即个事。然后伊讲了，就将伊个骹甲手伸互因看，因欢喜甲毋敢相信。要感觉奇怪的时阵，耶稣就甲因讲：有啥物通好食的无安尼
然后就伫遐改成另外一种圣餐的意思啦。因提供一尾烘好的鱼啊，互伊，伊就伫伊面前接去食。伊是讲，若几分都毋免食物件，我食互恁看就对啦吼。过来就是咱今仔日所睇的这主题经节，第24章46节，耶稣安尼开始宣告，伊讲圣经有记载安尼讲，基督要受苦难，第3日对世人中告啊，恁就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的道理，对耶路撒冷去传到万国，恁就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当这个经节咱相接起来啊，耶稣先对两个门徒显现，伫以马忤斯，然后过来显现伫这学生的中间。伫这时阵，耶稣宣告这个话，他讲恁爱做福音的见证人。这个话毋是干那咧讲就煞呢，耶稣拢有一个铺排哦，吼，有一个铺排。第一就是，因这学生拢经历到耶稣受定嘛，耶稣死搁埋葬嘛，遐个经历是伊家己亲身经历到的，所以因当因见证着耶稣过活的时阵，伊知影讲，这个毋是一个人会当做会到的事。所以意思讲，我着亲自经历，我来做见证才有气力。但这气力还无够哦，就拄则咱读的这段经节的后壁面，讲我亲自甲我爸所应允的，要互恁。所以咱也注意看，这个话有几个重点啦，咱搁整理归纳这3个重点。耶稣宣告的重点，第一就是讲，恁会领受到这个告我甲救赎，讲这是摩西律法、先知书甲诗篇所讲有关耶稣的每一件事，拢要安怎要实现？就是甲头前旧约的预言，甲耶稣所传福音的经历，天国的福音的经历，到伊受定死告我，然后对因显现。这个学生甲遐所有救赎的真理，伊目睭看，家己经历。所以你有看到啊？你知影当要怎做见证？靠你家己人无要信你啊，对不对？你什么人？你讲的，即使真的吼，我啥都爱相信你。这就是伊的坎站伫遮嘛。有人真侪要做证吼。人迄法官讲，你是什么身份啊？你会当证明啥？所以咱要做见证人，毋是你袂就会使哦。你是真正经历过，然后耶稣伫迄个所在，甲因做陪伴应允。第二部分，讲到爱奉主的名啦，会记哩？奉主的名，毋是你四界讲天花乱坠，你爱奉主的名，甲悔改。甲赦罪的信息传开，恁是见证人，恁亲自得到拯救嘛，告我甲拯救嘛，恁会甲这个道理传互人，恁是做见证人，是赦罪的道理，爱奉主的名，然后就是这段经上重要的关键，也是咱圣神降临节定下咧讲的道理。主要亲自甲上帝所应允的什么，甲圣神赐予温度。而且要伫声，按因伫声来听候，直到迄个对顶面来的能力临到。意思是恁知这应该无问题，但是毋通安尼啦，代志安尼紧速速也无要准备，恁会晓讲无够，恁若无圣神的开力，恁做的是空嘴报纸那定，要证明耶稣基督的拯救，真有圣神的同在。所以整个的道理，咱对遮看见讲，耶稣的基督的拯救的道理，拢有一个真水的安排。然后学生就对迄阵开始传福音，到伫拄则我开头所讲的，这宣教师因对英国来到咱中间，北部马偕牧师是对加拿大来，这个人拢继续成就着上帝所应允的圣神，互因对上帝领受去顶面来的能力。所以去到逐位所在毋是一个普通的人咧见证，毋是一个普通的人咧讲这个话，是有圣神的开导甲伊同在。今仔日咱基督徒伫这疫情慢慢地减轻的中间，咱还阁开始启动咱传福音的这个责任甲使命啦。
所以大使命是一顿基督徒群策群力的吼，毋是安尼单打独斗、凊凊彩彩。所以呢，咱兄弟姊妹，你逐个人信主的经过，拢有一篇真好的故事，对无？真侪人会当做见证啊！你的故事拢无相像，但是咱知影讲，咱定体悟到每一人信主的过程，拢有迄个决志信主的关键的时刻，到处拢充满着上帝奇妙的带领。所以我毋免讲我提你就知影。有的人是伊的先生甲引出来，有的是太太甲引出来，有的是爸母细汉栽培的，有的是经历到一个安尼走投无路的时阵，突然间一个天使，上帝差派的天使，甲伊讲：啊，你拜透透啊！啊，你甲佫一个无拜哦，耶稣无拜，你要佫来无？话都安尼尔。有的人是听到一首诗歌，听了流目屎；有的人是拄到真侪基督徒好见证，啊，这些拢是，就是咱会使讲，传福音毋是一个安尼凊凊彩彩就发生的啦，是一个上帝足奇妙的安排。基督徒是群策群力来做工，然后你的关键时刻，拢是一个人讲神圣时刻，上帝予你，啊，这无逐个人拢共款，也毋过主伫你的心上定落这个记号，所以迄个关键时刻。你有想到无？到底你当初信是安怎来？有伫大学的时阵，伊的同学带伊去教会，去参加团契，真侪拢无相像。但我有看到一篇文章，可能咱捌看过。伊讲历史上上奇妙的一段故事啦，就是福音传承的经典啦，就是有两个。近代历史出名的布道家，一个叫做穆迪，我听过穆迪，英国的穆迪；一个是啥呢？就是格里汉，几年前才过身。伊咧写讲，穆迪英国，这个格里汉伫美国，咱哪有啥物关系啊？这段故事咱可能捌听过。伊讲有一个做鞋的师傅叫做金宝啦，金宝当然毋是咱台湾话甲号做金宝，金宝咱台湾话足好听伊是 Kimbo Kimbo ，Kimbo 伊咧卖鞋啊，但是看起来是一个安尼无兄捌的人诶。毋过你来看，这 Kimbo 伫伊咧做鞋啊卖鞋啊中间加一个叫做穆迪的传福音啦。穆迪后来成做一个出名的布道家。你甲想讲，上帝哪会用一个卖鞋啊？这个布道家后来呢，遐尔熬做工呢？这个目的呢，后来又有一个叫做梅尔这个名咱就听过就好，甲这个梅尔传福音啦后来就金宝传落穆迪对无？穆迪传落梅尔，过来梅尔一个叫做查普曼传福音，查普曼过来甲一个叫做比利桑在这个比利山地叫山地就对了，礼拜这个意思啊，甲这个比利桑在传福音。这个比利桑在过来感动，有一个叫做韩莫迪改，韩莫迪改，后来韩莫迪改后来伊受感动，伊来到美国一个足庄卡的小镇传福音啦。有一个当时一个闪闪关关的在做事的一个人，行到台前来决志，这个人就是格里汉。这人就是格里汉，后来真侪咱，因为伊做布道家了，有迄电视嘛传播所以目前是有史以来更上侪人传福音的布道家。格里汉伫迄个蒋介石过身了，有来咱台湾去台北布道迄阵民国60几年迄个时代伊真是一个历史上上伟大的布道家。很少你有看到这个故事真趣味迄个一个金宝的卖鞋人，伊就干那奉主的名传福音，然后经过几啊层，竟然传来到传互迄个穆迪，穆迪佫传来到格里汉，你会感觉讲这有真奇妙。所以圣经内面嘛是有啦，圣经嘛有记载
人的信主是透过人的引介哦吼。咱较出名的有这安德烈，伊先认捌耶稣，后来伊带伊的兄哥彼得来捌耶稣，所以意思讲安德烈是一个较无遐尼出名啦，吼，无遐带头的人，但是伊都敢若会晓带因兄哥来，带彼得来，彼得就成做耶稣的上重要的学生啊。彼得后来，咱无看到《使徒行传》吼，讲伊看到伊一个异象，去传福音予哥尼流。咱嘛看见有一个腓力吼，伊传福音予埃提阿伯，埃提阿伯的太监。圣神甲催逼讲，你去遐，有一个太监，迄种太监毋是咱中国迄种太监，是一个官的名就对啦吼。咱嘛知影讲，保罗吼，性情是咧迫害吼，是咧迫害基督徒的，但是上帝差派阿拿尼亚甲保罗传福音。你要讲这个小故事，互咱兄弟姊妹知影，你毋通看轻任何一个甲人传福音的机会啦。金宝伊哪会知影讲，伊竟然传福音会互两个世界伟大的布道家拯救遐侪人的灵魂。金宝可能伊大概传福音，毋知几个人毋知啦，有几个足好啊啦，对无？但是呢，上帝运用伊的传播，互这布道家对伊的手传出来安尼。兄弟姊妹。咱有一句传福音的理念，这句话我真爱。伊讲啦，若无咱，上帝嘛会当做正大的代志啦。没有我们，上帝依然可以成事。但是呢，若无上帝咱就无法度独立来完成这个事。意思讲上帝伊若要照伊的旨意来完成你人毋免插伊都有法度啦。但是上帝是爱咱甲伊同工所以。当咱要做的时候，咱无当像上帝做遐大，所以咱会靠上帝，咱会倚靠上帝来完成这个事啦。所以，咱知影讲，这个阿汤哥演的这个电影叫做《不可能的任务》，对无吼？但是咱知影讲，基督徒传福音是一个可能的任务。上帝大使命将这个福音的任务交予人，但是伊无交予你，讲迄搁在你去舞你的代志甲我无关系伊无袖手旁观，伊甲责任交予咱。嘛亲自来帮助咱，就算咱有惊吓犹豫，但是咱若接受上帝呼召，伊有缘甲咱同在。所以当咱拥有这个至关无上权柄的迄位差遣咱做代志的时阵，咱嘛共款领受这个权柄。所以兄弟姊妹，金宝领受这个权柄，伊传予这个出名的这个目的安尼。兄弟姊妹，上帝将大使命托付予咱，要互咱成做伊的见证人。咱的小会有决定讲，疫情慢慢稳定落来，咱今年第5期的幸福小组要搁开始。咱真欢迎兄弟姊妹，你若有亲像金宝这款的心，你若有亲像安德烈这款的心，你讲我要带这个人来，剩的交予上帝，你责任到，上帝就要用你，因为你是福音的见证人。是亲自看见耶稣显明恩典的祝福的。兄弟姊妹，咱要研修圣诗，然后再来祈祷，然后要准备做医治的祝福吼。咱要吟54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时间的关系，咱要吟1节就好，1节就好。了后牧师来祈祷，开闭慢心来做医治的祝福。第1节。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所以大水有反风，我愿照主所爱。恳求上帝显示赞我。全部好世界。第1节咱搁一遍好无？第1节，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当日主欢呼，我愿照主所爱。恳求上帝显示赞我，全部好世敬拜。
那么做祈祷啊，请咱遮的敬拜团的同工准备吼，咱要小等的异地祈祷啊，有一个诗歌要来三甲唱，也请咱的长老啊，甲咱遮的大祷团来备办心，咱先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这个时阵，我要奉你的名来组织，是因为阮知你的大权能要施落，是要看见侪侪较无你的兄弟姊妹，将祈祷、将欠缺、将家己的忧愁，要伫你的面前摆列。愿主你施落你的医治甲透放伫阮中间。我若领受到这个福音见证人的使命，主啊！毋干那阮看见，阮要做的时阵，阮更加需要圣神的同工、圣神的开力。阮无看轻任何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因为主你要伫中间奥妙真理传播，互人因为阮的一个小小的动作来接受主你的疼甲祝福。主啊，帮助阮这款的信心，这款的开力。对你所来，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因为姊妹，咱要请同工带咱唱这条这个赐我自由来带咱唱。咱在开始唱的时阵，咱请长老、大祷团同工准备。咱兄弟姊妹，你有需要代祷，你心内有忧愁、肉体的欠安，你有烦恼、忧闷，你有为着你的家庭要祝福的，拢来到头前来做一唱，唱两遍。咱开始请兄弟免客气哦带着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免客气，到头前摆一摆我心中的主啊，到中来，到中来，为着你，咱请同工来做安排。各位。就有自由大祷团，甲咱长老到头前来，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要伫咱中间听咱的祈祷。要受祈祷的徛头前，要受祈祷的徛头前，搁一遍。我自由的心啊，请你。较重的不要紧，较重不要紧若有到位。来后壁搁一位，来后壁搁一位来，免客气咱若是无方便出来，你是在场嘛会使咱请服侍者头个一个人两位一人帮站两位，一人帮站两位，做来唱这位咱做来唱，各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落苦当当，主的心会予我自由。咱小等下再继续唱，咱音乐细声，牧师来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说明咱徛伫头前的兄弟姊妹，以及坐伫座位的，你也感觉讲，我嘛要共款领受这款的祝福。你让把你的手放伫你的心咱这在头前的兄弟，你若方便会当小可甲你服侍的兄弟的同工，甲因讲起你要代祷什么，若无就是因奉主的名甲你祈祷祝福，安尼就会使上帝拢知影你的需要甲欠缺咱。坐伫座位兄弟，你也共款要领受这款祝福，你家己为着家己祈祷，为着你的家庭亲人祈祷，你的看虑甲烦恼交托给上帝。咱请敬拜团继续带咱唱这条诗歌，咱开始来奉主的名来祝福甲祈祷。哈利路亚，感谢主，咱开始来祈祷。哈利路亚，感谢主，你向前做工。主啊，你的大能亲自甲伊同在，甲我每一个同在中间，你的医治甲透放，拢伫阮中间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你施了恩典医治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你的透放，你的祝福，你的恩典甲看顾，拢施了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你的平安甲信心，拢瓦靠每一人得到你的瓦靠，感谢你，哈利感谢主，圣神做工，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平安医治，恩典医治。
哈利路亚平安利利，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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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哋叫圣神的同在，圣神喜乐，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讨棒，你讨棒，你异地讨棒，你异地讨棒，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哋开始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祈祷说咱做唱，咱在座兄弟姊妹同心来唱。各位救主哟，会跟随我，乐可当当，主的心为我自由，主的心为我自由。主的心啊，你的到位，各位救主哟，谁跟随我，乐可当当，主的心会互我自由。感谢主，这个时阵牧师来做宣告。主，我的上帝，你伫阮的心中，你伫阮的会堂，主你进入到每一个受服侍祈祷的兄弟姊妹身上，也到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阮将家己的欠缺、困难、病痛、忧愁、烦恼交托的时，圣神就照你的意思，你使到你的拯救，使到你的医治，使到你的讨棒，使到你的平安，使到你的信心伫阮每一个人中间。主啊，这是大能的主，你的开力，阮恭敬交托，阮将所有在受大道服侍兄弟姊妹交托你，互因继续持守这个信心，继续祈祷，继续伫家己的生活中间仰望主。阮确信你要医治临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感谢老主，感谢阿老圣神的大开力伫阮中间。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拍拍感谢主。来，咱请回座哈，愿主甲恁同在，咱甲时间交予咱的师会。奉献，这是咱三家来奉献，回应上帝恩典。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歌。
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意献为你，奉献一切所有，何到我主。阿门。会众请坐。伫报告的台声，咱来背本话的金句。咱三个来读。恁着勇敢壮大，无对惊因，也无对女因，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去，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申命记31章第6节。报告，即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中，司会是杨宗和执事，其他的事奉当中，请咱家己来注意。顶周甲本周的聚会信息，请咱三甲来，咱家己来看。咱掀开第4页集体沟通，咱来看第2点，本会有定伫下主日，咱有一个父亲节特别的聚会，邀请蒋忠牧师来主持诗歌见证会，请咱有备心来参与。第3点，为着配合爸爸节感恩的聚会。咱伫今仔日开始提供全家福拍照的服务，请咱下骹详细的办法，请咱家己来看。第4点，本会有定伫8月14举行设教46周年感恩礼拜甲圣餐洗礼式。咱伫8月14的主日2堂礼拜合做一堂，礼拜对9点开始。这个时间，请咱有备心来参加。咱来看第4大点、第3点。迄天嘛要举行新的小组长受任差派式。咱有以下的4个小组要成立，也是搁有新的组长来差派。咱为着因来献上咱的祷告甲祝福。咱来看第7点，本会聘请曾瑞平传道，成做本会青年事工的牧师。有定伫10月初9下晡3点半，伫本会举行红幕甲就任式的感恩礼拜，请咱有备心。第9点的第1小点，本会成立富强教会管弦乐团，传派高林清长老来成做团长。负责组织团练甲主日礼拜的音乐侍奉的安排，咱请为这项事来摆上咱的祷告甲祝福。以上咱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讲兄弟，我做一个提醒啦吼，有这个图片吼，咱看这个爸爸节吼，后礼拜咱请这爸爸一定要出席吼，咱有小礼物要赠送你。搁较要紧的是，咱通过蒋忠牧师吼，伊爱唱爱讲啦吼，毋过可能伊原住民，所以较可能惯势讲国语的款。咱大家来听，若会让招你的朋友来吼，做来领受这个福音的见证。伊吼，足早期的原住民的迄个歌手，有一段时间放荡坠落，上帝甲救回来，伊安怎得救？咱来听伊见证吼。2场。主题无共款，你若讲我时间有吼，第1场听了，搁甲听第2场，也是讲你招你的朋友，一个要来第1场，一个要来第2场，你就留落来陪伊安尼吼。较侪人吼，等于咱疫情开始较稳定落来，咱恢复起来，用这场来做热场就对啦吼。搁落去礼拜8月14号，咱的周年庆，咱要合作一场就好。所以时间较量吼，咱较袂遐赶紧啦。最后是安那呢？咱洗礼式，正人拢会当见证着，那所以有要洗礼，今仔日赶紧来报名，因为咱过来2礼拜要甲咱做这个学导班嘛另外嘛真要紧，咱即个圣乐团迄个
管弦乐团呢要成立，啊要招这个兄，这个同工吼做伙来伫即个圣歌伫要献诗，啊来伴奏，啊互咱礼拜吼，迄个气味搁较有新鲜的气氛啦吼，搁较水，啊咱鼓励咱迄日大家较侪人来参加，敢若一场尔9点吼，啊第一场的较无问题啦，等于你较晚到就好啊，啊第二场的爱提早来安尼吼，啊则甲咱招呼。搁另外咱嘛真欢喜啦吼，咱虽然咱的即个课团都离开，大家嘛足毋甘，毋过咱有一个事工新的要开始，就要邀请咱的即个水平团队吼，啊要来做工来服侍，啊要一个开始的即个组织，就是要请即个由提摩太牧区的青年呢来报名来参加即个叫做生活营，就是要开学进前吼，8月20到22。啊，所以咱除了现有的这青少年以外，兄弟姊妹，你有厝里的囡仔要升国中的，吼，也是你厝里的青年，感觉讲借这机会，互咱甲这青年来伴咱做伙，啊去拿来遐嘛足水、足清幽的所在吼。咱无用人拍遐图片出来啦，无咱昨昏我看龚医师吼拍足侪迄个拿来迄个足水的图片啊，去遐2-3工吼，啊，互这囡仔一个放松，啊，备办心要读册。啊，一面啊，大家搁较凝聚吼，啊，即段招咱大家努力吼。好来，等下礼拜煞，你若家庭有拢总来，也是翁仔某一对吼，拢会使吼。咱落去楼骹吼，你看即个是咱1楼的景吼，咱的3林执事啊，甲嘉龙啊干事吼，因足用心，布置啊真水吼。迄个布置啊水哦，要甲拆去足毋甘的吼。但是爱赶紧翕啦吼，赶紧来甲翕。啊，恁全家来当落去翕吼。啊，伊个边仔佫有几来个安尼，迄个隐藏的景点哦，吼，即个景点你看，吼，遮嘛真水，你若家己一个徛到遮嘛足水啊，吼。啊，佫一个，我毋知影，讲原来即个灯罩边安尼啦，比一个小朋友吼，佫水啊，吼。啊，这要哪翕啊？毋知行楼梯去你翕，吼。啊，佫另外一个有较卡通的，伫咱带全家有囡仔吼来遮是咱3楼的场景。啊，今仔日若无翕，后礼拜佫一遍机会。啊，你若周间要带人来吼，是会使的。啊，要家己翕，因为无摄影师甲你翕就对啦。啊，即点请大家配合无吼。啊，咱嘛有，我有看到迄个咱的即个群组内底讲，拜托一寡中级来斗招呼吼，斗款。啊，等下礼拜三咱就开始翕啊吼。好，啊，佫有一半项的补充就好，啊，就来结束吼。就是咱即个主日学啦吼。因为拄啊好有遮人事的移动，啊最近较欠人，啊经过征求了，有人要志愿做交差，有人要做音控，但是现在咱佫欠吼专任的老师啦，专任的老师就是讲带班的老师。啊，你若拄啊囡仔细汉有伫主日学，还是讲你本身对主日学教育真有感动，欢迎你来甲龚玉凤校长报名吼，啊咱做高小班的一名，欢迎吼。另外咱陈天天牧师今日有来啊，有来做礼拜啊。陈天天牧师伫后壁吼，哦，伊足侪礼拜袂当来。啊，伊种遐盆栽吼，好，大家小抢要了啊，剩几丛啊吼。啊，迄盆栽是陈牧师吼精心维护来伫遐照顾的。啊，这样换你斗照顾吼。啊，伊遐的盆栽大家义卖，啊，恁若有你会当奉献，啊，咱让总摕转去厝来照顾。毋过牧师毋知要怎照顾，我已经照顾一礼拜吼，许我哪过来，啊，伤心嘛烦恼啊，这还得请教陈牧师看要怎照顾，啊无，若照顾无好哦，实足闹亏啊吼，迄才足用心咧，比咧顾囝较无遐简单啦吼。啊，毋嘛讲，啊，咱大家遮个盆栽，大家继续啊分配，大家做伙照顾，啊来家己卖啦吼。好，其他的补充的消息，咱家己来看就好吼。啊，咱后礼拜记咧啊吼，咱招人来参加即个爸爸节的感恩礼拜，啊，搁咱即个见证会。上营非常起立来吟上营的诗歌，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阿拉上帝是团是尊，所下的主望可万本，天天圣塞。天的万民，愿望我乐
名成神。当心咱领受对上帝天顶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引带，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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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来默祷闭会。今日第一堂礼拜到这结束，兄弟姊妹互相请安问好。